岛山国花响音乐节8月初9，要伫个会展中心来举办。除了有多元的音乐表演，嘛加入青年文创市集。 新一代歌手伫咧台顶做伙演唱，南投县府宣布2025南投山国花响音乐节正式开始。就是有老有少，然后大家在这个环境下，然后我觉得那气氛非常舒服。把音乐带回自己的故乡，其实非常的开心。我们营北国中的舞龙队，那邀请他们一起来做表演。像我们自己很多在地的这些的团体也非常的好。县府表示，今年音乐节规模升级，有多元的音乐，更有真济无同的活动。透过一些新锐歌手，我们邀请他们来，那提供舞台。那去年呢，我们第1年举办的时候，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回响。一系列的亲子的活动，还有玩水的活动，一起来举办这个年轻的市集，很多也都是我们南投在地的，不管是餐饮或者是说手工艺品。县府打造有音乐、文化、青年文创产业的多元平台，邀请全国民众8月初9做伙来参与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